准备，1、2、3。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哎呦，不好，来的不好。1、2、3。我看你们哥仨那个表情，头能不能都在一边，往右偏一点点。对，男团的表情，站定，一定要站定再摇，站定再摇，有点太早了。子健你别笑，子健那个你们都再严肃一点，你一笑有点破功，就保全会坏，知道吗？那咱俩稍微一样点。对，就严肃一点。思成哥因为演员出身嘛，我觉得他对表演的那个控制、节奏的把握，还有每句话的那个理解，我觉得是很深刻的。我觉得思成导演是这种激情导演法，特别让我们这演员受用。他特别会唤醒演员自身的那个能量，我觉得更有利于工作人员和整个演员的这种轻松的去创作。1、2、3，哎，对对，要这样感觉，嘿，对了，要这样的感觉，对，这男团得出道，你